有做了实施。那现在目前是2重8轻，然后还有这个研判这船的一个他们消防大队的989号，他们现地是有这是那他们预划怎么样子？没有帮我们做这个桥梁的这个吨数太大，那后续的抢救我们这个地区指挥官也向这个后勤部门走开。2019年4月1号，现在直播的是南方澳跨港大桥掉下来的直播现场。听说有船在桥下，所以现在对岸已经有起火的现象，而且可以看到黑烟已经跑出来了。我就看一台车要爬去，爬袂去，垮落来。等我那一台车啦，对啦，我就看你知。